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今日主要新聞有：南內華達州天然氣費用下調，15號公路加州路段今日實施封路維修，以及拉斯維加斯特襲者隊總教練遴選進入最後階段。喺進入詳細報道前，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並分享。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，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，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點點選擇，喺瀏覽器中開啟並跳轉至 YouTube App， 咁樣你先至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。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。今日開始，南內華達州嘅居民將喺能源支出上獲得小幅減免。根據內華達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嘅核定，Southwest Gas 已正式下調本季度嘅天然氣服務費用。對於一般嘅家庭住宅用戶而言，平均每月嘅賬單金額預計將減少$0.57。雖然降幅等約1.3%，但喺2月寒冷嘅氣候下，對本地家庭嘅取暖支出仍然有正面幫助。而喺博彩娛樂方面，拉斯維加斯再次出現幸運兒。一名本地居民喺位於 Flamingo Road 嘅 Palms 賭場，僅以$8.8嘅投注額，便成功喺老虎機上贏得超過$109,000嘅巨額頭獎。值得提醒觀眾嘅係，從今年起，國稅局已經將老虎機嘅報稅門檻從$1,200調高至$2,000，呢個將會使中獎者嘅領獎流程更為簡便。交通出行方面，今日計劃前往洛杉磯嘅朋友必須特別留意。加州交通部正喺15號公路位於 Hesperia 同 Victorville 之間嘅路段進行橋樑維護工程。今日上晝9點至下午3點，南行方向嘅1號與2號車道將會封閉。呢項工程預計會造成20至30分鐘嘅交通延誤，建議駕駛者可以考慮改行395號公路作為替代。目前喺本地路況方面，15號公路南行靠近 Sahara Avenue 以及11號公路北行靠近 Sunset Road 嘅路段都有車禍及故障車輛報告。雖然目前事故正喺度處理中，但路肩仍被佔用，通勤時間預計會增加15分鐘。此外，喺 Summerlin 區域嘅 Greenmore Lane 與 Pavilion Center Drive 交界，水管安裝工程仍然喺度進行中，預計將持續到2月8號。周邊住戶喺尖峰時段建議提前10分鐘出門。關於社區安全與公共事務，克拉克縣校區近期嘅一宗刑事案件引發廣泛關注。一名15歲男學生因涉及校外考察期間嘅侵害事件，目前已經被正式列為成人被告，並遭到起訴。呢單事件再次敲響校園安全嘅警鐘。同時喺歷史城區嘅 Stewart Avenue 與 Page Street 附近，市府正喺度進行 5G 通訊設備嘅安裝，局部人行道與路邊停車位會暫時封閉。體育愛好者關注嘅特襲者隊教練人選亦都有咗重大進展。目前西雅圖嘅進攻專家 Clint Kubiak 已經同球隊老闆以及傳奇球星 Tom Brady 進行咗深度會談，雙方意向非常強烈，呢個將決定球隊未來嘅發展方向。而喺節慶活動方面，為咗慶祝馬年新春，Bellagio 酒店嘅室內花園展覽已經正式開放。呢項展覽融合咗大量嘅傳統元素，24小時免費對外開放，係居民與親友共慶新春嘅好去處。最後為你提供今日嘅天氣預報。今日拉斯維加斯嘅天氣依然維持晴朗與乾燥，日間最高氣溫預計為華氏75度，入夜之後最低氣溫將降至華氏50度。平均風速約為每小時9英里，降雨幾率為0。由於日夜溫差較大，並注意適時補水。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。最後再次提醒，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，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。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，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。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多謝大家支持。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。